在柳园八翁区这边是一个弱农集中区，那长期肥水跟堆肥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弱农，还有我们当地附近的居民。那我们一直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做一个有机的好好的处理。刚好这个契机呢，跟台语八翁合作，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资源化处理中心。那未来呢，我们牧场所产生的牛粪呢，就会直接到集中处理中心这边来，包括那些水分一样会运送到处理中心来。那这个好处就是说，我弱农不需要各自的去处理我的自己的堆肥，还有我各自的水，直接委外交由台乙来处理。那台乙它经过沼气发电了以后呢，这些肥分呢，水的部分它一样可以去做浇盖农地，做完浇灌以后呢，去种植牧草出来。那我们弱农呢，又可以有新鲜的牧草。弱农的问题，引进私人企业的技术跟资金，来共同努力，政府来补助，创造一个多赢的一个共同形式。这个不再是我们单一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大家努力来做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安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了哈。这个处理中心完工以后哈，那么正式启用哈，对我们柳营区哈，整个八翁地区哈，整个污水跟空气污染哦，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忙哦。尤其是集水溪的目前高污染的情形一定会改善哈。那么我们这一次第一期的工程有21家的畜牧业者会进场将来我们第二期大概有将近还有23家会进场，希望二期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可以如此赶快来完工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全台湾第一座，也是台南市第一座台乙八翁我们禽畜粪料资源转化中心的一个启用。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而且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一个工程。为什么？因为过去在八翁弱农区有许多因为弱农畜牧业的关系，所以说畜牧废弃物的排放。造成地方社区跟畜牧业者有一个关系紧张，而且造成环境的问题。那经过环境部的全力支持，那台南市政府跟业者一起努力，然后成立了这家这个畜牧粪料处理中心，能够把这个畜牧粪料集中化垃圾为资源而且变成是个绿色能源，不仅增加了经济上的诱因，也让环境的这个损害降到最低。将来看到我们排水沟更干净，看到河川更干净，这已经不是梦。那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作为一个全台湾的示范，我们不仅是有干净的这个环境，而且有非常好吃的畜产品，更有这个干净的能源可以使用。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多赢的局面，不仅政府赢，然后业者赢，环境赢，然后农民也赢，居民更赢。HIMSS 美国医疗资讯甲管理系统协会于1961年成立，主要提升全球医疗机构资讯化的水准，推动资讯技术伫个医疗领域的应用，改善医疗的品质，制定一套医疗质量的评估模式，以着衡量医疗机构伫个数位化转型的程度表现，分做0到7级。台南市立病院日前通过6级的认证。是台南市第一间通过该认证的医疗机构。我们是在今年通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第6阶电子病历导入模型的第6阶。那目前呢，在台南地区呢，我们是第一家首先通过的。那这一个认证系统呢，那将来健保署在去年已经通过跟这一个机构的一个这个合作。来这个开发这些医疗指标以及品质的认证，那所以呢，我们医院呢，首先在今年通过，那相信在未来我们也会朝向更进一步的使用这些资讯科技，那以及跟这个 HIMSS 合作
来达到这个促进医疗品质以及这个照护品质，那降低人员的工作量，那确保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实施，那增加效率。那同时，我们也会在治安以及这个资讯系统的这个韧性方面，达到更好的一个标准。那以及这样子能够顺利推展我们的健康照护品质。台南市立病院副院长吴兴贤表示，6级的认证主要以临床的照护甲病人为中心，将工业内面的闭环管理应用伫医疗的系统，不管是智慧病房、电子的病历，或者是药剂科智慧的调剂等，拢会用透过资讯闭环的管理来降低人为的疏失。这一阶的认证呢，最大的差别就是所谓临床的闭环管理，就是把工业里面的闭环管理引进到医疗系统来。那所谓的闭环管理，就是在这个我们所实施的这个医疗过程方面呢，我们每一个步骤把它拆解，那每一个步骤利用这个条码以及扫描，然后能够来辨识这个病人、药品、资讯以及这个操作的医护人员。那利用资讯科技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录，那也利用资讯科技做一个检核，那甚至可以这个检核出来这个措施，那及时这个纠正以及改正。台南市立病院积极推动医疗数位转型，持续引进先进的技术应用伫医疗的领域。现在通过6级的认证，未来将挑战上悬的7级。积极提升医疗服务的品质，甲着病人的安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来到国华街永乐市场，虽然回假日，不过趁暑假尾声，游玩去真济游客到场，试过品尝因心目当中的台南美食小食，而且目睭较来额头一看，伊所有扛棒拢换新。统一春秋甲关渡多门阁经过设计，整齐一致，只是却引发游客无共评价。就是可能觉得每一家的特色没有凸显出来，就会虽然比较有一致性啊。我觉得很有设计感，而且有一致性，这样这个市场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杂乱。整体我觉得就是很一目了然啦，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老人来，就是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哦，这一间是属于什么的店这样子，对。由政府所管理的永乐市场，对店家来讲，因认为不管安怎换，只要是政府开，公平有人客有钱赚就好，所以普遍来讲，评价拢袂歹，甚至希望规条国华街拢一致。国华街像它已经变成整个很台南的这个观光的很景点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整体改造的话，一定会比之前还整体看起来较水。较漂亮，比较有那个观光街的那个感觉。永乐市场因为2017年曾经登上日本知名杂志的封面，加上位置观光以及政府的商权，所以这回配合10月台湾设计展，伫金华局甲市场处的合作，向中央申请商权美学设计加值计划，用统一的看板来打造全新的风貌。最近就是一换，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招牌之后，其实大家都非常开心，而且也非常看到很多的观光客或者是在地的店家也都会拿起自己的手机，把这个记录，或者是说再一次的去把它做这个拍摄，让大家的这个记忆被唤醒，甚至说崭新的一面，让大家再次的喜欢逛国华街。根据了解，这回国华街大约有40间店家参与，嘛互老街有了新的焦点，话题不断。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迎接中秋嘛是台南文旦采收的旺季，对此台南市百业国际邀请协会连续第4档，串联侪企业团体来响应文旦礼盒，买一箱送一箱。除了听农民嘛要来照顾弱势公益行动，今年参与的团体比去年增加已经到36间。28号市长吴伟霆亲自出席，代表修正场面温馨。感谢我们所有的姐妹还有理事长们的大力支持哦。其实嘉颖今年已经在
办这样的一个文旦礼盒买一盒捐一盒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已经是第4年的时间了哈，非常感谢。那在这个过程中发想起来，真的感受很温馨，很感动。佳节倍思亲的时候，真的是很谢谢我们这么多的团体能够购买700多盒哈，700多箱的这个柚子，来给许多需要关怀的人，真的是非常谢谢，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农民柚子销得不错，很开心，接受大家馈赠的这个社福团体也很开心，因为感受到各位对他们的关心关怀，这是一举3赢哈，第一个农民赢，第二个受赠者赢，第三个我们自己也赢。民间团体响应市府照顾弱势优先的理念，将社会各界资源整合，和爱心加倍，嘛要让大家感受台南市温暖有爱城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顶北坊历史街道整合计划由内政部国土署补助3200万，市府自筹1500万，总经费大约是4700万。针对顶北坊历史街区大约1公里外街道，将老旧的软底铺面翻新，改造成历史街区特色石板甲蓝仔孔的铺面。目前这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将在9月8号举办盛大启用典礼。北区区公所啦，在就是最近完成的一个正北方的一个街道的改造计划啦，这件嘛是爱感谢咱市府甲议会支持，总共撤资了5000万，然后大概5000万左右。那也预计在9月8号要来办理一个揭牌的活动。那它的历史意义就是说，把整个老街来做翻新修复。那也邀请我们各位好朋友在9月8号能够来参与这个揭牌活动。9月8号当天，除了有揭牌活动，嘛有规划庙埕快闪市集。复古的拖车叫卖、元和宫民俗彩绘、三老爷宫12回城的彩绘，并邀请风声蓝管乐团现场表演，活动精彩趣味。当天的话，还有我们元和宫的一个面师的教授脸谱的彩绘，还有三老爷宫的12花神的彩绘，就是讲活动非常的热闹，嘛希望热爱老街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共襄盛举。三老爷宫伊咧12花神端花、铜梅、普利、瓜桂、菊阳、霞啦，这12个月花神的艺术伫内面。甲阮大清街元和宫阮是全台湾家常的祖庙，所以阮也结合这100年老店，这个未来发饼店伊做到足优的物件，把这个家常的法器做伫棉花糖顶悬。阮做出足特别，你看这个封面是咱元和宫的兴古爷兴古哦，这个是咱三老爷宫的12花神。你看，甲这做伫咱的封面顶悬，现日足感谢着咱的管家基金会，伊甲咱赞助这个封面甲棉花糖，现日阮拢会免费来发送给现场的来宾哦。当然数量有限，大家爱趁早来哦。区长潘宝树表示，顶北坊历史街区的整体改造，转化了街道空间使用价值，并将巷弄现地空地以及泰国地点加以改善，会当带动城市旅游甲消费。北区公所也欢迎市民大众9月8号做伙来踅街看表演。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黑白色调，柜内有耳机、扬声器等各式产品。美国知名的音响品牌看好台南的消费市场，进驻到大圆柏。那我们 BOSS 认为，顶级的音响
希望在好的一个地方。那原百又是一个好的位置，满足不同消费需求。店内有家庭娱乐系统以及独立的视听空间，强化顾客的体验效果，可以让客人来体验完整的音响家庭剧院。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全新的设备，我们包括的耳机、蓝牙喇叭，跟我们的家庭剧院，都是最新的，那能够让客人能够体验到。不同跟其他品牌不同的感受。新柜位的开设是品牌在台湾市场上的一大步，也是台南音响市场上的升级。开幕期间，为了回馈消费者，只要网络打卡留下评论，就有100元商品卡，同时购买商品就送指定好礼。记者苏海台南报道。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联院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这名字这么长，是要搞死家长的吗？是什么名字让民众念不下去，气噗噗的超无言？位在南科的这间幼儿园，全名有31个字。一口气要念完，真的不容易。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联院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委托财团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会办理，让自家老师来念最顺啦。但会取名取的乐乐等是有法规可循，因为依照幼儿园与其分班设立变更及管理办法。非营利幼儿园除了应冠以非营利字样，还要载明委托或申请之办理方式，以及非营利性质法人名称，所以加总起来总共有51个字。因为我们是中央机关构，那我们的场地主管是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来承办的，那所以就委托我们彭婉如文教基金会来办理。那因为我们在园区里面是属于员工子女的部分，所以可以发现我们的原名就真的特别长，总共有51个字哦。3、2、1，请揭牌。其实，在去年国立台南高工编立在成功大学后，叫做国立成功大学附属台南工业高级中等学校，总共就有18个字，一样也让学生家长念校名时很饶舌，意外掀起讨论。记者台南综合报道。拒绝毒品，无毒人生。摆出反毒手势，桃园市长张善政带头宣誓拒绝使用毒品。桃园市府卫生局携手中信反毒教育基金会，利用暑假期间在桃园市立总图书馆举办反毒特展，解瘾解开上瘾的真相，并在8号正式开展。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特展就位在图书馆1楼大门口，期盼警醒暑假期间前来的亲子们，坚决向毒品说不。今天在我们桃园总图书馆，我们桃园市政府和中信反毒教育基金会合办的解瘾解开毒瘾上品的真相，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这个特展展开。那么在我们总图这边，我们尤其暑假的时候啊。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小朋友到这边来看书，享受图书馆的环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他也能够拨空，把这个特展呢能够浏览一下。我相信以中信反毒教育基金会过去所规划的很多展览内容啊，绝对是国内这方面的翘楚。那么有这难得机会，大家不要放弃，鼓励我们所有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学生，还有这个小孩子们。来这边好好的看我们的特展，一定会有所收获。谢谢。作为策展方的中信反毒教育基金会执行长也介绍这次展览内容，不仅以5位真实毒瘾者的故事制作实境解谜游戏，更活用互动科技，让参访者能清楚了解毒品对身心理的危害。尤其其中一项可让人看到施用毒品的5年及10年后对外观所造成的影响，也让开展当天参访的市长张善政印象深刻。我们用5个真实的有吸毒经验的这个人口的案例，做一个实境解谜的这个游戏，感受到当事人在碰触到毒品之后，他所面临所经历过的这个生理、心理上面的一些挣扎跟痛苦。
对于我们很重视，青少年朋友很重视我们的五官、我们的外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都有这个，你吸毒之后可能会对你的面容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啊？比如说你3年、5年、8年、10年，如果持续这样子这个吸毒下来啊，可能会对你的这外观容貌上面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让民众可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反毒特展展期从即日起到9月22号，有兴趣参加实境解谜游戏的民众，可在大门口服务台索取游戏包游玩。市府和中信反毒基金会期盼透过寓教于乐的展览，让市民朋友透过了解来坚定拒绝毒品。记者刘婷台报道。琳琅满目的五金行招牌挂满整个街道。高雄市盐埕区公园2路因战后拆船业盛行，带动当地五金业发展，接续日制零件五金贸易贩卖，又因为是专做马达、帮浦等工业用或船体用大型机械零件，所以又称为大五金街。以前这个公园也是多次五金的，又就是因为要拓宽，把它拆迁掉。少了很多那个五金的店面。早期阮遮是规条拢是做五金的吼，所以有那听到咧，有那足多人在遮要找一寡迄个中国的零件，拢会对遮来。拢对小港、大林江遐拆船的来，即摆来人捡一寡新品，开始卖，来去外国来，日本对美国来，对越南的美军的战争的来，捡一寡。以外的物件啦，莫大啥物货呢，开始演变来，来人较去日本办外汇，办咧日本的、中国的机械安尼。现在店家以贩售帮浦、马达、发电机、吊车等五金料件为主，从过去转卖日本制二手良品，转为贩售国内外新品或二手零件，是许多民众挖宝的好地方。传统的物件，就减速机啦、油压泵浦啦、拍风的啦，比如说一寡瓷鱼啊，爱拍风啊、木螺啊，迄啊，有的中国的后旧的后在货品，后新的无用的，后用足忝的，当然嘛是爱靠精力啊。现场我修理啊，我已经做50几张啊。迄装啦，咱所以咱机械拢改来行，咱做久啊嘛。做介久啊，会使袂使，咱拢看就知影安尼啊。店家专营各式机械零件更换，长达40-50年，技术精良。有些是交棒至第2或第3代，因应时代转变，同时经营网络贩售、上传教学影片，开拓商机。店家不怕竞争，因为更换零件仍是专业技术。大概6-7成应该都是网络过来，所以他们都会锁定好产品，所以而且这种东西比较少人做嘛，你把东西服务跟保护做好，其实他们。就比较容易购买，需要很多的做法来结合现在的社会，然后让人家知道我们这样子。做电商啊，然后就是一样要拍影音啊，对啊，你就是文字介绍、影音都要做啊，就测试都要给客户看啊，他才敢网络下单。其实他们这个价格或许搞不好，你网络上像什么虾皮什么，你可以看到比它更便宜的，但是问题你这个设备最主要你要考虑到维修的后续。你来了便宜，用坏了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有这个继承，对我们来讲是好事。下次到公园2路，可以到盐埕绿廊散步休闲，观看导览牌，搭配一旁五金街现况，了解盐埕五金街历史。记者李嘉龙、吴佩珊高雄报道。